Tivemos a SJM Prosperous e em terceiro a SJM Golden Jubilee. 好，咁我哋今日公開組200米總決賽最後一場賽事已經開始咗啦。咁我哋見到3號消防局以及4號澳娛綜合盛世係緊咬住，接住落去1號航道澳娛綜合金禧 A 隊、永利輝煌、通利建築都係緊隨其後㗎。咁我哋見到80米嘅位置啦，3-2-1啊嚇，3號消防局係領先，咁4號澳娛綜合盛世咧都係力壓嘅，去到100米啦 ，Penny。好啦，見到啊，哇，3、4航道爭持得非常之激烈啊！包括係呢個消防局啦，同埋呢個澳娛綜合盛世5號航道嘅通利建築咧，亦都係上緊嚟㗎啦。去到大概剩翻50米嘅位置，見到紅色衫嘅呢一個3號航道消防局啊，係領先咗嘅。見到係咪佢呢？紅色衫嘅消防局3號航道以第一名嘅位置衝線。好啦，恭喜晒消防局！嗱，由於2、3之爭咧都有段距離啊，咁咧我哋因為我哋呢個終點起步、終點位置呢度咧，見到咧冠軍就一定係消防局㗎啦。咁Segundo lugar tivemos